因此，受害者喺身陷呢啲有毒關係嘅時候出現許多健康問題係非常普遍嘅事情。這係因為隱性自戀者喺唔知唔覺中慢慢地侵蝕你嘅精神，最後你喺情感上開始覺得係自己有問題，這就導致各種身體疾病嘅出現。隱性自戀者係呢種人格障礙最普遍嘅名稱。我將這本書命名為隱性被動攻擊型自戀者，因為隱性和被動攻擊型行為都係隱性自戀者 （CN） 嘅組成部分。兩者都係間接嘅攻擊方式，但佢哋絕對唔係同一回事。被動攻擊型，顧名思義，係透過被動嘅方式發動攻擊。相比之下，隱性攻擊性係非常主動嘅。當一個人使用隱性攻擊行為時，佢哋使用精心計算嘅暗中進行嘅手段，喺掩蓋自己攻擊意圖嘅同時，達到自己想要嘅目標或操控他人嘅反應。喬治·西蒙 George Simon 羊皮下嘅狼，理解並應對操控性人格 in Sheep's Clothing。當你初次發現嗰啲你多年嚟從未睇見嘅事情，展開一幅與你以為嘅現實完全唔符嘅圖畫，這係非常沉重嘅。喺閱讀這本書嘅過程中，唔妨深呼吸幾下，幫助你嘅身體消化呢啲新嘅認識。我哋將更深入地探討隱性自戀者嘅行為模式，以及這如何影響你，然後我哋將談到療癒，那才係你可以鬆一口氣嘅地方。喺整個發現嘅過程中，請對自己格外善待，你比任何時候都更值得溫柔相待。療癒好大程度上來自於自我教育。那麼，讓我哋嚟談談隱性自戀者典型嘅三個階段：愛情轟炸、貶低與拋棄嘅共同模式。第二章，三個階段：愛情轟炸、貶低與拋棄自戀型虐待有一個典型嘅關係循環。佢通常遵循一個包含三個階段嘅模式。第一個階段通常被稱為愛情轟炸 （Love Bombing），又稱理想化階段。接着係貶低，最後係拋棄。將呢啲描述為階段，可能給人一種佢哋係依序發生嘅印象。喺某些方面係嘅，但喺另一方面，前兩個階段喺拋棄發生之前，喺整段關係中都係間歇性地交替出現嘅。三個階段嘅循環都可以反覆出現多次。這幾個階段嘅交織，製造了一種令人眩暈嘅情緒和困惑嘅漩渦。我將喺戀愛關係嘅情景下描述這幾個階段，但無論呢個人喺你嘅生命中扮演咩角色，你都能夠喺描述和例子中睇出這三個階段嘅面貌。愛情轟炸斜線理想化階段，愛情轟炸 Love Bombing 發生喺最開始，這係為你打下基礎嘅階段，讓你能夠喺多年內完全信任和相信呢個人。正因為你與佢哋最初嘅那段經歷，你最終會透過一個牢固嘅濾鏡嚟睇待佢哋所做嘅一切，認定這係一個好人，一個在乎你嘅人，一個你可以將內心交付嘅人。理想化階段通常持續6個月至1年，這係一般情況，但唔一定每次都係如此。以下係我所訪問嘅人喺描述佢哋生命中嗰個隱性自戀者喺愛情轟炸階段嘅表現。佢非常善良，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能夠找到佢。佢唔一樣，佢會談及自己嘅感受。佢問了我好多關於我自己嘅問題。佢真嘅想了解我，睇起來真嘅好在乎。佢有點害羞，我哋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佢向我敞開心扉，講起佢那段有虐待嘅童年。佢真嘅好誠實，好願意示弱。佢好美麗，超出了我嘅期待。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佢竟然喜歡我。佢好有趣，佢讓我感覺像係我嘅靈魂伴侶，好像我已經認識佢好久了一樣。佢好有趣，令我着迷。佢好有自信，睇起來生活好有章法。佢對孩子好好，我覺得跟佢喺一起好幸運。佢睇起來溫柔，跟佢喺一起我感到安全。佢係一個非常好嘅聆聽者。佢謙遜、善良、敏感，好容易溝通。佢能夠跟任何人相處，這真嘅好了唔起。佢具備了我所尋找嘅一切條件。
佢重視靈性，思想開放，喜歡哲學討論。佢性格溫和，喺我經歷了好多憤怒嘅關係之後，這讓我感到非常舒服。我感覺這次進入這段關係，我真嘅係睜大眼睛嘅。我哋咩都談，溝通非常好。我唔知道還有咁嘅男人。我嘅朋友和家人都為我能夠找到咁一個好男人而感到高興。好多人告訴我，佢哋喺開始嗰個階段，跟隱性自戀者喺一起感到非常自在。雖然一開始感覺好美好，但呢種理想化實際上係造成關係崩潰時大部分傷害嘅根源。佢哋設下了一個陷阱，而且係任何毫無戒心嘅受害者都難逃嘅陷阱。傑克遜、麥肯齊 （Jackson Mackenzie） 精神變態者橫行 （Psychopath 3） 目標對象講，我哋似乎有太多相似之處，這係非常普遍嘅。這係因為隱性自戀者喺一開始會敬像你，喺某種程度上成為你。喺這段時期，佢哋喺觀察你，佢哋會隨着你所感受到嘅情感浪潮起伏，讓你感覺佢哋對這段關係和你一樣充滿熱情。呢種狀態可以持續一段時間。好多幸存者回頭睇才意識到，佢哋所感受到嘅嗰種興奮，佢哋如此深信唔疑嘅那份關係能量，其實只係嚟自於自己。佢哋才係唯一嘅生命源泉，卻以為係雙向流動嘅，因為隱性自戀者一直喺敬仗佢哋嘅情緒。隱性自戀者往往係變色龍，會因應自己所在嘅環境而成為唔同嘅人。佢哋冇強大嘅自我認同感，佢哋會觀察出對方想要咩，然後成為咁嘅人。正因如此，人們往往對佢哋能夠與各種類型嘅人都顯得如此投契印象深刻。我與一位女士交談，佢講佢觀察到佢嗰個自戀型嘅媽媽會仔細觀察其他人嘅唔安全感，然後喺嗰啲地方大量地給予讚美和稱讚。嗰啲目標對象感到被愛、被睇見、被聆聽，但佢媽媽根本唔在乎呢啲人，佢只想讓自己睇起來好，令人印象深刻。佢係喺利用他人嚟獲得注意力和讚賞，而嗰啲人就係佢嘅能量補給。同樣地，如果一個目標對象係重視靈性嘅人，佢哋喺遇見並交往一個隱性自戀者 （CN） 時，往往會感覺找到了自己嘅靈魂伴侶，這係非常普遍嘅。嗰種連結感有一種回家嘅感覺。隱性自戀者會模仿目標對象對靈性嘅真誠熱情，令受害者感到美妙無比。佢哋似乎如此契合，而這只係隱性自戀者製造出來嘅幻象。隱性自戀者測試目標對象，睇睇對方是否能夠長期成為補給來源，這係非常普遍嘅。我所訪問嘅一些女性告訴我，喺交往6個月至1年後，佢哋嘅隱性自戀者開始對佢哋產生疑慮。當負面情況開始出現，目標對象就會全力爭取這段關係，因為佢斜線佢對這份連結有着深厚嘅信念。這讓佢哋對隱性自戀者嚟講變得完美，因為佢哋已經證明了自己會喺任何情況下唔離唔棄。這正係隱性自戀者所想要嘅嗰種人，都係佢哋會精心培養嘅嗰種人。當謝麗與 Timothy 交往時，1年嘅幸福之後，關係開始出現問題。佢哋都同意這段感情值得努力，所以決定接受婚姻治療。Sarah 覺得佢願意咁做係非常了唔起嘅事。佢之前交往過嘅大多數男友，從來唔會同意去輔導嘅。佢認為這係佢喺佢身上發現嘅又一件令人印象深刻嘅事情。佢唔知道嘅係，帶隱性自戀者去接受治療，尤其係喺早期階段，係你能做嘅最糟糕嘅事情之一。原因如下，這對佢哋嚟講就像係一個訓練場。當治療師告訴佢哋做錯了咩，佢哋如何傷害了你，這讓佢哋睇到面具嘅那個部分正喺裂開。佢哋因此了解到你想要咩，以及佢哋需要做咩才能讓你和治療師留下好印象。佢哋照着治療師嘅建議去做，令目標對象和治療師都印象深刻。佢哋嘅心根本唔喺呢度，但佢哋裝作係嘅。嗰啲治療課程讓你對佢哋感到更加嘅愛和尊重，
再一次鞏固了佢哋完美伴侶嘅形象，確保了你對佢哋長達好長時間嘅愛與忠誠。佢哋了解你嘅弱點和唔安全感。隱性自戀者確保喺呢啲地方建立你嘅信心，給你讚美，這讓你感覺佢哋係你療癒過程嘅一部分。佢哋後嚟會利用嗰啲關於你嘅了解嚟觸動你、操控你、控制你，並以一種讓你感受到前所未有嘅最大背叛嘅方式傷害你。佢哋都會用博取同情嘅方式喺一開始勾住你。當 Sarah 和 Timothy 喺接受治療時，佢講從來冇人真正想要了解佢，了解佢嘅一切。佢表達了佢多麼渴望有人花時間去追求和愛佢嘅每一個部分。這深深觸動了 Sarah 嘅心弦。佢係一個充滿關懷嘅女人，富有同理心。呢啲係目標對象嘅常見特質。佢決定，佢會用一生去做到這一點。佢會全心全意地了解佢嘅一切，以佢從未經歷過嘅方式去愛佢。佢會給佢所有佢渴望嘅關注，以佢所向往嘅方式去了解佢。佢咁做了超過25年。每當佢做出唔善待佢或唔尊重佢嘅事情，佢都會把佢視為一個從未得到所需之愛嘅受傷嘅男人，並一次又一次地因此原諒佢嘅行為。佢利用佢嘅同情心，操控佢長達幾十年。如果唔係因為愛情轟炸階段打下嘅基礎，佢絕對唔會容忍佢那麼多嘅行為。後嚟喺拋棄期間 ，Timothy 告訴 Sarah， 佢好清楚佢從來冇真正愛過佢。當幸存者經歷了拋棄期，並發現自己與一個隱性自戀者共同生活了多年之後，佢哋感到羞愧。我點樣冇睇穿這一點？我點樣能夠接受呢種情況生活了那麼長時間？我有咩問題？重要嘅係要知道，呢啲人係操控嘅高手，幾乎可以愚弄任何人。冇經歷過呢種情況嘅人，永遠無法完全理解。當別人聽到呢啲故事，佢哋可能會納悶點解幸存者要留那麼久。一切都從愛情轟炸階段開始，佢奠定了基礎，讓一切運作起來。我都想讓你知道，我所訪問嘅所有幸存者都係聰明嘅人。佢哋當中好多人都了解心理學嘅概念，有些人本身就喺心理健康護理領域工作。佢哋溫柔，並且擁有極大嘅同理心。佢哋好多人都非常有直覺，能夠察覺有毒行為，能夠感受到別人身上有些咩地方唔啱。呢啲人並唔係天真嘅人，即使你非常聰明，非常有覺察力，仍然可以被一個隱性自戀者所欺騙。如果你係一個幸存者，唔好對自己感到難過。你已經被別人讓你對自己感到難過太久了。你係聰明嘅，你係堅強嘅。你遇到嘅係一個把你美好嘅特質用嚟對付你嘅人，那唔係你嘅錯。有數百萬人被隱性自戀者所迷惑，請對自己格外善待。隱性自戀者喺愛情轟炸階段所有嘅甜言蜜語和善意行為，所有嘅細心關注、坦誠溝通、讚美，一切感覺如此輕鬆，都讓你產生預設立場，讓你喺細微嘅貶低開始時根本注意唔到。貶低其貶低呢個詞本身已說明了一切。喺與隱性自戀者關係嘅初期，你感到被高度重視，然後你開始體驗到一些細小嘅事情，佢哋講嘅話，佢哋給你嘅眼神，呢啲開始慢慢地羞辱你、貶低你，一切都係非常細微嘅。喺漫長嘅歲月裏，你被一個你愛着、信任着嘅人傳遞出咁嘅信息，你冇任何價值，無論你做咩，無論你多麼善良，無論你為佢哋付出多少，你永遠都唔夠好。冷酷嘅真相係，你對佢哋嚟講無關緊要，而唔幸嘅係，你最終收到嘅信息係，你根本無關緊要。令人困惑嘅係，喺你被貶低嘅同時，你都喺經歷溫柔。你收到美麗嘅情書、愛嘅肢體觸碰和充滿愛意嘅舉動。你繼續相信這係一段好嘅關係，你嘅伴侶愛你。你告訴身邊所有人，你係多麼幸運擁有咁嘅伴侶，因為你係真心相信嘅。你嘅朋友告訴你，
佢哋希望自己嘅丈夫斜線、妻子斜線、伴侶更像你嘅另一半。然而，儘管你講着呢啲話，你卻冇注意到你嘅自我形象和自我價值感正喺隨着時間慢慢地下降。年復一年，你注意到自己嘅健康狀況欠佳，有一種低落嘅抑鬱感。你並唔那麼快樂，但你把呢啲歸咎於生活中嘅其他事情，或者歸咎於自己。你嘅隱性自戀者伴侶對待你嘅方式，你已習以為常，幾乎唔再察覺。你注意唔到嗰啲持續嘅貶低，因為佢太細微了，所以你感受到嘅嗰種狀態，並唔被你視為係與施虐者同住所造成嘅創傷嘅結果。Susan以為自己擁有近乎完美嘅婚姻，佢哋嘅性生活有一些佢始終搞唔明白嘅問題，但其他一切似乎都好好。佢哋喺周圍人眼中睇起來像係理想嘅一對，就像所有受害者一樣。拋棄期對 Susan 嚟講係同樣令人困惑，同時都係極度痛苦嘅。佢共同生活了18年嘅丈夫突然唔好佢了，告訴佢冇佢有多快樂，並把各種事情都怪喺佢身上。佢告訴佢喺整段婚姻期間一直有多唔快樂，並列出了一切都係佢嘅錯嘅種種原因。佢被打得措手唔及，試圖找出究竟發生了咩。喺佢進一步了解隱性自戀之後，Susan決定重新閱讀佢嘅日記，希望能找到一些幫助佢理解所發生事情嘅線索。佢想知道是否能從自己嘅文字中睇到一些佢唔記得或冇注意到嘅東西。有冇貶低嘅跡象？佢唔記得有任何一次。喺佢嘅記憶中，婚姻除了性生活方面之外冇任何問題，而嗰個佢都一直歸咎於自己。但當佢從交往初期開始閱讀到關係結束，佢驚訝地發現，用了更明白嘅眼睛重讀，睇到了多少東西。當佢讀到一段佢喺交往時期寫下嘅日記時，佢震驚了。我快要結婚了，我唔知道點解，但我有呢種奇怪嘅恐懼，我會被佔便宜，而且我根本察覺唔到佢嘅身體從一開始就知道了。但就像許多其他時候一樣，佢冇信任佢。佢找到了解釋。接下來嘅18年，佢無數次地為佢嗰啲細微嘅羞辱行為找藉口。佢都難以置信地發現，喺日記中有多少故事顯示出佢係如何貶低佢，破壞每一次假期、每一個生日和大多數節日嗰啲對佢嚟講有意義嘅時刻。所有嘅故事都從交往大約1年後開始出現。喺佢哋結婚前幾個月，佢讀到關於佢和朋友外出旅遊嘅一段記錄。那10天佢冇收到佢嘅任何消息，沉默，冇聯絡，冇解釋。佢喺日記中寫道，一切都感覺像係照着佢嘅時間表走，以對他方便嘅方式進行。佢都忘記了，整個蜜月都係佢一個人計劃嘅，冇佢嘅幫忙。婚禮大部分都係如此。佢答應出席嘅約會，往往無顧唔到。喺整段婚姻期間，佢睇見佢以多少細微嘅行為，讓佢覺得自己過於有主見、過於強勢、過於大聲。佢從來唔承認佢作為母親嘅付出，佢作為妻子嘅付出，佢為佢和家庭所做嘅一切。佢對佢嘅任何成就都唔加認可。佢從未感到自己能夠讓佢滿足。當佢閱讀自己嘅文字，睇見了一個又一個佢長期遭受貶低卻渾然唔覺嘅故事，佢感到深深嘅震驚。人們往往好難理解，點解像 Susan 咁嘅人會繼續留喺一個如此對待佢嘅男人身邊。愛情轟炸階段對心理嘅影響係難以置信嘅強大，而貶低期又係夾雜着許多充滿愛意嘅行為嘅。這就係令人無比困惑嘅地方所在。喺貶低 Susan 嘅同時，佢都喺告訴佢有多美麗，給佢送上真摯嘅卡片。佢哋共同享受美好時光，一起歡笑，一起開車去旅行，一起談論彼此嘅夢想，一起喺電影、書籍和佢哋共同喜愛嘅深海潛水中找到連結。隨着年月嘅流逝，Susan發現自己對自己作為一個人越嚟越感到糟糕。佢總係好疲倦，開始出現佢以前從未有過嘅過敏症狀。佢感到精力好盡，好像已唔再擁有以前嗰種對生命嘅活力。佢從未把呢啲事情與佢嘅婚姻聯繫起來。
佢以為自己只係需要弄明白如何喺生活中找到更有成就感嘅工作。也許佢需要改變飲食，佢想，或者多做運動。呢啲年嚟佢都增重了。佢把自己嘅感受歸咎於好多事情，但從來冇歸咎於佢嘅丈夫。喺閱讀日記嘅過程中，佢都意識到喺這段婚姻嘅大部分時間裏，佢係多麼孤單。佢會寫下自己係多麼幸運擁有咁一個丈夫。然而，當佢真正審視這一切，事實上佢並冇一個真正在乎佢、希望佢好嘅伴侶。這係隱性虐待受害者最難接受嘅事情之一。佢哋說服自己，佢哋對伴侶嘅那份愛，伴侶都同樣感受着。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而且從來都唔係。隱性自戀者無法給予真正嘅愛，那只係一個幻象。這係一個令人無比痛苦和幻滅嘅認識。貶低期係非常細微地慢慢到嚟嘅。佢哋唔喺講好嘅時間打電話，佢哋唔出而家佢哋答應會到嘅約會。嗰啲小小嘅行為，每次都有藉口，但都喺傳遞給目標對象一個訊息：你唔重要。佢哋會邀請你去食晚飯，但當你到達時，你感覺佢哋根本唔想你喺嗰度。你感到困惑。佢哋用冷戰讓你懷疑自己是否做錯了咩？隱性自戀者會透過佢哋嘅情緒，佢哋給你嘅眼神，佢哋講出嘅話語嚟控制你。嗰啲話語表面上睇起來也許唔像貶低，但會讓你對自己感到難受。當你感到有些事情唔啱勁，佢哋會講咩都冇問題。喺貶低期，受害者被反覆訓練成唔信任自己。佢哋都會透過讓你以為某些事情係你嘅錯，從而貶低你，而嗰啲事情實際上係佢哋自己嘅問題。這叫做投射 （projection）。佢哋把屬於自己嘅事情投射到你身上，而你喺唔知唔覺中承擔了那份責任。受害者嘅情感需求對隱性自戀者嚟講並唔重要，只有隱性自戀者自己嘅慾望、需求和優先事項才重要。同樣非常普遍嘅係，受害者逐漸要對所有事情負責。例如，隱性自戀者唔中意幫忙做家務，佢哋也許會做，但目標對象會感受到佢哋嘅憤怒和唔耐煩。久而久之，受害者發現自己動手做比請求佢哋幫忙要容易得多。隱性自戀者喺這段關係中只想索取，唔想付出。你從隱性自戀者嗰度收到嘅混亂信息，對你嘅心靈、精神和身體造成了巨大嘅破壞。佢哋多年嚟交替地對你進行愛情轟炸和貶低，這讓人難以理清，因為你對呢個人愛你，希望你好，有着根深蒂固嘅信念。嗰啲貶低往往如此細微，以至於你根本冇注意到自己內心正喺慢慢地沉淪。你嘅自我價值感和自信心喺減退。你嘅身體都比以往更加疲憊，你慢慢地忘記了你曾經係一個點樣自由自在嘅靈魂，並把自己嘅感受歸咎於關係以外嘅環境因素。目標對象從隱性自戀者嗰度接收到好多關於自己嘅信息，有些係直接講到臉上嘅，而另一些則係透過隱性自戀者嘅行為，給你嘅眼神，那令人窒息嘅沉默，從佢哋身上散發出來嘅那份靜默嘅憤怒所傳遞出來嘅。真正嘅愛係冇混亂信息嘅，而當最終嘅拋棄發生，多年嚟被偽裝嘅隱性自戀者嘅真面目就會浮現出來。拋棄期呢個階段，感覺係你這輩子所感受過嘅最令人困惑、最痛苦嘅背叛。嗰個你愛了多年，你相信愛着你嘅人，而家正喺講着你從未想象過佢哋可能講出嘅最殘忍嘅話。佢哋像對待一個孩子一樣對待你，教訓你，懲罰你，告訴你應該點樣行事。多年嚟你對佢哋袒露嘅每一個弱點，而家都被用嚟以最毀滅性嘅方式傷害你。佢哋以一種如消防水喉般嘅侮辱痛擊你。有時佢哋冷靜，聽起來理性；有時佢哋滔滔唔絕地講出一堆根本毫無意義嘅話，但講出來卻像係世界上最正常嘅想法。佢哋還夾雜着充滿愛意嘅話語。然後喺下一口氣，佢哋告訴你你係多麼卑劣，佢哋已經徹底放棄你了。
你根本唔知道眼前呢個人係誰。呢個人跟你以為自己與之共同生活了這麼多年嘅人，完全相差十萬八千里。你喺這一切中搖搖欲墜。佢哋描繪出一個虛假嘅現實，講出一些關於你嘅根本唔係真嘅事情，但你卻開始懷疑佢哋是否講得對，因為佢哋聽起來如此有把握，行動上顯得比你更了解事情，而你感覺自己根本無法清晰地思考。佢哋扭曲你嘅話語，用奇怪嘅邏輯讓你感到困惑，這讓你唔斷地質疑和懷疑自己。你感到虛弱、困惑，對自己嘅未來充滿恐懼。你感到非常孤單，這正係大多數幸存者開始聽到有人告訴佢哋，佢哋嘅伴侶聽起來像係或者可能係一個自戀者嘅時候。有時係喺治療中，有時係喺與離婚律師嘅會面中，有時係喺你試圖弄清楚正喺發生咩而喺網上搜尋時，有時係喺與朋友嘅談話中。你發現自己把所有空閒時間都花喺睇 YouTube、影片、閱讀書籍和文章，尋找答案，試圖弄明白你正喺經歷嘅呢種令人怨憤嘅對待方式上。你還發現自己喺監視你嘅伴侶，而你喺這段關係嘅早期從未想過要咁做。你喺讀佢哋嘅電子郵件，查睇銀行對賬單，懷疑佢哋是否有外遇。你問佢哋問題，而佢哋給你嘅答案根本講唔通。事實上，佢哋通常把你嘅話扭轉過來對付你，向你展示你所有嘅問題。佢哋防禦性強、易怒，然後佢哋又冷靜，毫無情感波動。這係一個令人抓狂嘅時期，原因好多，其中之一係你所感受到嘅與隱性自戀者所感受到嘅存在着天壤之別。你係崩潰嘅，你喺哭泣，縮成一團。佢哋已經結束了，佢哋好快就搬走了。你喺試圖尋找答案，佢哋唔係。你深深地悲痛，佢哋讓你知道，自從冇了你之後，佢哋係如此快樂。好多時候，佢哋選擇喺對你而言特別嘅時刻，或者喺一個對你有重要意義嘅地方，主動開始拋棄嘅過程。佢哋喜歡破壞嗰啲對你有意義嘅日子和場所。Bill告訴我，佢相識了26年嘅妻子，喺佢生日那天告訴佢唔想繼續這段婚姻了。喺多年嚟告訴佢有多英俊，佢有多愛佢有多了唔起之後，佢告訴佢，我從來冇完全信任過你。大多數女人根本唔會喺你身邊撐這麼久。我簡直唔敢相信，你這麼多年了還唔去接受治療處理你嘅問題。佢繼續講了一長串其他令人震驚和毀滅性嘅話。同樣地，當 Karen 嘅丈夫喺佢哋喺一起17年後突然告訴佢唔確定是否還想跟佢結婚。佢哋係喺佢家嘅湖邊小屋，嗰個佢成長過程中一直感到最安全、最平靜嘅地方。對好多受害者嚟講，拋棄期係這段關係嘅終結。都有些人喺與隱性自戀者嘅多年交往中，經歷了一個令人困惑嘅分分合合嘅循環，反覆發生了多次。我訪問過一些目標對象，佢哋喺咁嘅關係中待了超過10年。喺拋棄期，你對自己感到非常低落。隱性自戀者描繪出一個關於你嘅唔準確的形象，但佢哋讓你感覺那就係真相，其中夾雜了足夠多嘅一絲真相，與對現實嘅奇怪扭曲混合喺一起，讓你懷疑佢哋是否講得對。這係一個令人無比困惑嘅時期。隱性自戀者嘅言語和行動都比以前更具攻擊性，但一如既往，你係唯一睇見佢哋這一面嘅人。拋棄期係突然而嚴厲嘅。當佢哋下定決心，佢哋好快就會轉向下一個目標對象。這與你嘅感受形成了鮮明嘅對比。你正喺崩潰。你從未料到這段睇似美好嘅婚姻有朝一日會結束。當你為失去一段你稱之為戀人和最好朋友嘅關係而感到崩潰時，隱性自戀者卻冇崩潰。佢哋以一種奇怪嘅方式保持冷靜和理性。你睇唔到佢哋感到悲傷，你感受到嘅係佢哋針對你而嚟嘅憤怒，但佢哋冇經歷崩潰和悲痛，這讓你感到更加瘋狂。
Sam 和佢嘅隱性自戀者伴侶 Adam 已喺一起超過15年。佢哋都係重視靈性嘅思考者，喺一次瑜伽靜修中相識，並喺佢哋對生命相似的看法中找到了連結。喺多年嘅被動和睇似隨和之後，Adam 喺拋棄期變得喺言語上帶有攻擊性。有好幾天 ，Sam 都會收到嚟自伴侶列出佢所有問題嘅清單，列明要讓這段關係繼續，佢需要有咩改變。然後第二天 ，Adam 又會問 Sam 想唔想要一個腳底按摩，冷靜地告訴佢，佢只係喺順應宇宙，信任呢個過程。當 Adam 搬出家嘅時候，佢會以充滿虐待性嘅電郵痛罵 Sam， 然後幾個小時後又發嚟一封電郵，感謝 Sam 呢啲年嚟對佢嘅深厚之愛。隱性自戀者喺呢個階段嘅行為可以係非常躁狂嘅，你根本唔知道下一刻將從佢哋身上得到咩。呢種情況可能喺你仍與隱性自戀者伴侶同住嘅時候發生。我希望我能夠擺脫呢種對你嘅憤怒和怨恨，但對 Emily 講帶着一臉嘅關切，然後幾秒後喺狂怒中大喊大叫，講佢毀掉了佢這輩子嘅每一段友誼。後嚟佢帶了晚飯回家給佢和孩子們，還問佢要唔好佢喺睡前為佢泡一杯佢最喜歡嘅茶。措手唔及，如遭雷擊，神志恍惚，一頭霧水，係描述這段時期嘅其他幾個詞。佢哋迅速而無情地切斷關係。諷刺嘅係，通常係隱性自戀者主動結束這段關係，但往往又係幸存者那一方最終正式提出離婚。隱性自戀者想要討人喜歡，想被視為受害者，而唔係嗰個毀掉一個家庭嘅人。佢哋希望人們同情佢哋，視你為嗰個應該受責備嘅人。佢哋喺別人眼中嘅形象，係佢哋嘅最優先考慮。隱性自戀者會把幾乎所有事情都怪喺你身上。回到之前嘅例子 ，Emily 掃了掃 Don， 告訴佢需要為了讓婚姻繼續下去而改變嘅地方，超過了30條。當你開始意識到隱性自戀者嘅問題時，你會注意到佢哋大多數關於你嘅指控，實際上係佢哋自己真實情況嘅投射。讀完關於呢個階段嘅內容之後，你也許會意識到自己目前正喺經歷拋棄期。對好多幸存者嚟講，這係佢哋熱切地研究自戀呢個課題嘅時期。此刻有那麼多其他人正喺經歷你所經歷嘅一切。意識到這一點係有力量嘅，都係有幫助嘅。你並唔孤單，你嘅同伴係一群跟你一樣出色嘅人，佢哋同樣都喺尋找答案。你可能感到震驚，充滿焦慮、孤單、抑鬱。你可能有自殺嘅念頭，你嘅身體可能感覺正喺衰退，而喺你需要做出重大決定嘅時候，你卻根本好難集中精神。你可能感到衝動，容易作出過激嘅反應。你大概已經好久冇好好睡上一覺了。這一切都係非常普遍嘅事情。你已經走過了好多，而且仍然身處困境之中。你會度過這一關嘅。你走喺正確的地方，有一天你將能夠清晰地睇見一切。深呼吸，伸手聯繫嗰啲愛你嘅朋友和家人。繼續學習，加入一個互助小組，給自己允許，讓自己有時間崩潰。如果你正面臨離婚，聘請一位了解自戀嘅好律師。最重要嘅係，請記住你值得善待和尊重。我將喺後面嘅章節中更深入地探討與隱性自戀者離婚嘅情況，以及佢哋嘅特質和操控、控制嘅方式。喺此之前，我想先談談你嗰個目標對象、嗰個受害者以及嗰個幸存者。讓我哋嚟談談美好而珍貴嘅你。第3章，目標對象嘅特質。隱性自戀者喺親密關係中會物色特定類型嘅人。佢哋清楚要控制和操控一個人，嗰個人需要具備哪些特質。例如，如果對方冇同理心、同情心和愛護他人嘅心，佢哋就無法用自己嘅情緒和言辭嚟操控對方。如果對方唔係一個善於自我反思嘅人，佢哋就無法說服對方為一些根本唔係自己嘅錯嘅事情承擔責任。喺我訪問幸存者並聆聽本地互助小組中自戀型虐待受害者嘅過程中，
我發現一個令人着迷嘅現象，佢哋之間有那麼多共同嘅特質。我嘅發現如下：呢啲人係聰明嘅，佢哋有責任感，佢哋係嗰啲將一切維繫喺一起嘅人，往往係家庭嘅核心。家裏嘅幾乎所有事情和教養孩子嘅工作，幾乎都係佢哋喺承擔。呢啲人係你可以依賴嘅人，佢哋係忠誠嘅女性和男性，佢哋往往係世界上嘅夢想家和樂觀主義者，能夠睇見他人身上最好嘅一面。佢哋充滿愛心、善良、心地純良，